台中丰原一间在地企业寄付100万消防警备车，协助丰南消防分队汰换老车，提升灾害抢救甲灾害预防的能力，守护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丰原地方企业寄付100万消防警备车，将这个锁匙交予丰南消防分队，希望讲这台生力军的加入，互因拍火救灾任务会使较顺利咧。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想要抛砖引玉的一个，大家都能来做这件事情。这台消防警备车平常时会使用于各种灾情的勘查、巡逻、甲现场指挥等等的任务，嘛会使载人员甲装备器材去到救灾现场，针对无共类型灾害，提升灾害抢救甲预防能力。人员的输送、急难救助或是什么需要的话，他都可以第一个时间可以到达。政府的经费有限，地方企业真慷慨，服务10多年的警备车会使换掉。企业的头家表示讲，若有能力会阁寄付，要做消防兄弟上强的靠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